你好，對阿里巴巴維持中性嘅態度。我喺多年前買入咗啲阿里巴巴，我已經記唔到買入價，我估大概係200蚊，同現價仍然有一定嘅距離。當時拼多多都仲未入流，而家更多人轉用拼多多嘅平價商品。發展咗20幾年，網上平台已經唔係新鮮事。即使係後起嘅香港，好多人已經慣用呢啲免郵費嘅平價商品，例如剪刀、文具、儲物櫃、各式各樣嘅家用品。我哋已經難求增長，阿里需要換上新嘅引擎。阿里有金融平台支付寶、AI 大型模型、晶片、雲業務等，確實投資咗。投資唔係易事，喺未有盈利下要用作投資，但又不得不做，不能好似可口可樂永遠都賣嗰罐紅色嘅糖水。我希望其發展能夠順利，呢個代表中國嘅科技係有動力。唔止係投資者賺錢般簡單，阿里巴巴絕對係中國科技公司嘅橋頭堡，帶領住同業攻堅科技嘅唔同領域，唔能夠讓美國獨大。呢樣嘢獨大對全球係冇任何嘅好處。